第六，用高可可黑朱古力代替其他零食。有時兩餐之間口痕，與其食糖果、曲奇、薯片或其他高糖高鹽嘅零食，可改食少量嘅高可可低糖嘅黑朱古力。黑朱古力含有可可脂、少量纖維、可可多酚同可可鹼，當中嘅脂肪同纖維可以令消化慢啲，而可可嘅香味、苦味同可可鹼就可以增加味覺嘅滿足感，尤其係佢嘅苦味可以幫助味覺減少追甜味，令人冇咁想即刻再食其他糖果、甜品或者其他甜嘅食物。不過黑朱古力始終有熱量，所以份量都要控制，唔好因為覺得健康就一味不斷咁食啊。第七，飲無糖嘅咖啡同埋綠茶。咖啡含有咖啡因、綠原酸同天然苦味，綠茶含有兒茶素 EGCG 同埋茶氨酸，當中嘅香味同埋苦味可以提供一定嘅味覺滿足，而咖啡因亦有可能短暫提升精神狀態，因此影響食慾同埋能量消耗，所以口痕嗰陣飲一杯無糖咖啡或者綠茶，可以代替奶茶、汽水或者其他高糖飲品。不過記住唔好加糖、糖漿或大量奶精，否則本身想控制嘅食慾，最後反而飲咗一杯甜品落肚。如果本身對咖啡因敏感，或者飲完咖啡心跳、焦慮同瞓唔着，就應該控制份量。夜晚亦唔好飲，以免影響睡眠。第二日反而更加容易有口痕嘅感覺。第八，頭10分鐘刻意食慢啲，到大腦清楚察覺自己逐漸食飽係需要一段時間㗎。如果頭幾分鐘食得太快，好容易喺個腦未反應得切之前已經食多咗啦。所以食飯頭10分鐘可以刻意放慢速度，每啖食物咬耐少少，吞咗先再夾下一啖，唔使成餐食得非常慢。最緊要係一開始唔好狼吞虎咽。只要過咗最肚餓嗰幾分鐘，後邊通常就會自然容易控制好多㗎啦。第九，食飯嗰陣唔好太分心，一路睇電話、睇片、打機或者做嘢，一路食飯，好容易食個籠你自己都唔知㗎。當注意力集中喺電話或者熒光幕上邊，大腦可能會冇咁清楚留意食物嘅味覺、口感以及肚餓逐漸消失嘅感覺。有時個胃明明開始飽，但個人仍然習慣性繼續夾嘢食，直至睇完套片或者要清晒碟上嘅食物為止。所以食飯嗰陣可以暫時放低電話，唔好一邊工作一邊打機或者一邊追片啊！專心留意食物嘅味道、香味、口感同埋自己嘅飽肚感覺，會更容易知道幾時已經食夠。